你有冇試過喺 Facebook Marketplace 買嘢？見到件啱心水嘅貨，賣家開咗個合理價，你問清楚晒，約埋交收，但去到交收嗰刻，賣家突然加價，甚至話唔賣俾你，你會點諗？公平嗎？其實類似嘅事，而家喺加拿大發生緊，唔係講緊買賣二手貨，而係影響緊一班曾經被承諾庇護嘅香港移民。最近有冇去過咖啡店、去過醫院睇醫生，或者搭過 Uber？你有冇諗過，沖咖啡嗰位、照顧病人嗰位，甚至幫你小朋友補習嗰位，其實可能都係嚟自香港。佢哋離開香港，帶住希望嚟到加拿大，因為加拿大政府曾經講明會俾佢哋一條穩定嘅移民路。但而家呢個承諾慢慢被削弱，甚至隨時會消失。可能你會覺得關我咩事？但如果我話你知，加拿大而家勞工短缺得好緊要，而呢班有能力、有經驗、願意付出嘅人，可能會被逼離開。呢件事真係完全唔關你事咩？2019年，香港爆發咗大規模示威，起因係香港政府想修訂逃犯條例，話要將疑犯送去中國受審。好多香港人擔心呢條例一過，香港人隨時可以被送去內地，完全冇公平審訊可言。政府無理會市民嘅憂慮，仲用催淚彈、橡膠子彈鎮壓抗議者，大量拘捕，甚至控告示威者。去到2020年，中國政府直接喺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唔使經過香港立法會審議。喺呢個情況下，加拿大政府決定推出香港救生艇計劃，希望幫香港人安全過渡嚟加拿大生活。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are creating new and expedited immigration pathways for those living in Hong Kong to come to Canada. This initiative will focus on 3 areas. First, we will seek to attract and retain recent Hong Kong graduates and workers with much-needed skills for our economy. Second, we will promote, prioritize, and support existing immigration routes for family members, students, and workers. And third, we will introduce several targeted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protections offered by our asylum system. Today's announcement falls within our new levels plan, which is aimed at attracting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計劃分2條路 ：A 渠道完成指定課程，可以直接申請永久居留；B 渠道只要喺香港認可院校畢業，就可以拎開放式工簽，累積1560小時工作經驗之後，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呢個計劃當時清晰簡單，幫到唔少人成功移民過嚟。但去到2024年，加拿大政府宣布，原本專門俾香港人嘅救生艇計劃，在人道同情 H&C 類別下不再獲享優先處理，即係話香港人已經唔再有特別嘅移民通道，而係要同全球其他難民一齊競爭名額。2024年，加拿大 H&C 類別下嘅配額只剩13750個，而去到2027年，仲要減到去得4300個，仲要呢啲配額唔係專門俾香港人，而係要同其他國家一齊爭。咁即係話，加拿大當初講好嘅承諾，基本上已經唔算數。而家好多香港移民工簽即將到期，但佢哋嘅永久居民申請仲未批，政府拒絕續簽工簽，要求提供一大堆文件，甚至連拒絕原因都唔講清楚。結果，原本已經安定落腳、貢獻社會嘅人，變成咗失業，甚至要被逼離開。但諷刺嘅係，加拿大而家嚴重缺人做嘢，醫護、長者照顧、運輸行業都請唔到人。如果政府移民政策唔穩定，咁有能力、有經驗嘅人流失晒，對加拿大嚟講又有咩好處？加拿大一直標榜民主、自由、
公平，但而家政府做緊嘅事，仲符合呢啲價值觀嗎？當英國同澳洲兌現對香港人嘅承諾時，加拿大就靜靜雞縮水，搞到成千上萬嘅人進退兩難。咁樣對全世界傳遞緊咩訊息？如果你都覺得加拿大應該信守承諾，咁就立即行動。下面有請願書連結，簽個名，等政府知道大家都好關注呢件事。